好，今日繼續有人 PM 我就問關於啲工具，詳細點樣用，喺呢度簡單咁介紹一下啦嚇。有人問我呢個盒嘅作用係咩啊？呢個係其實一個雪卡盒嚟嘅。兩個作用啦，一咧就可以擺放張卡入去，然之後擺啲乾燥劑啦。令到整個盒裏邊嗰個濕度係減少嘅。攞晒出嚟先。因為呢個雪卡盒咧，個頂部咧，你會見到有一個指示器嘅。而家現時呢個盒裏邊嘅濕度咧，大概係62、63左右嘅。經過加濕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提高大概10%至15%嘅。所以我就刻意擺咗啲乾燥劑落去，知道而家嗰個濕度係大概幾多。可以俾大家睇一個非常之簡單嘅加濕作用嘅用途啊。好啦，揾到啦。呢個 tube 咧就係喺你買呢個加濕器嘅時候咧，就連同呢個黑色嗰呢個棒啦嚇，送埋嘅。OK，喺淘寶可以揾到啦，大概係百零蚊左右啦。如果你想將張卡去加濕咧，咩原因要加濕張卡咧？因為卡紙咧可能擺放得比較耐，而你嗰個位置係非常之乾燥嘅話咧，卡紙嚴重的話會造成龜裂。啲卡紙咧會噼噼啪啪嘅，正常嘅卡紙咧係咁樣嘅聲嘅。如果你拎張卡出嚟搣佢兩下啦嚇，屈一屈咧，你會聽到龜裂嘅聲咧，就即係呢張卡已經係可以接近報銷噶啦。所以如果可以救到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將呢張卡紙慢慢咁加濕啦。加濕好簡單啦，記得用呢個 tube 咧就吸幾滴水啦，然之後咧就滴落去呢個黑色呢個物件度啦。正常嘅情況咧就只需要幾滴嘅啫嚇。OK，記得咧係用蒸餾水 ，OK 嚇，唔好用水喉水，始終有雜質啦 ，OK 嚇。正常係幾滴得㗎啦。為咗嗰個效果比較好咧，我就再滴多少少啦。呢邊就滴啲啦嚇。一般卡紙嗰個濕度咧，盡量唔好超過80%，因為卡紙會好快變形，會變一個好似 U 型咁樣㗎。喺呢個情況，我哋可以試一下，擺放兩張唔同嘅卡紙啦。OK，呢度咧你會睇到咧，呢兩張卡紙係好挺直嘅。OK， 非常之挺直嘅，冇出現任何嘅弧度嘅。一張藍色，一張綠色我哋可以擺放落去呢個雪卡盒入邊啦。而家呢個雪卡盒嘅濕度62、63左右啦。大概10分鐘之後，而家係大概1點03分。10分鐘之後啦，我哋再打開佢睇一睇呢張卡嗰個情況會去到點樣？正常咧會有少少微彎嘅。如果你將呢張卡存放幾個鐘頭或者過夜咧，呢張卡就唔好意思啦。基本上已經係屬於彎晒嘅狀態啦，好難回復最佳嘅狀態嚇。冇話唔得嘅，慢慢嚟啦。最尾咧，我亦都會用一個叫燙印機俾大家睇睇，將呢張卡點樣去回復嘅。喺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可以介紹一下嚇關於 Grey 卡啦。近呢幾年咧有好多卡鋪出現啦，好多人上去卡鋪開卡啦。TCGC 卡啦，舊嘅龍珠卡啦，或者係運動卡等等啦。我自己就其實開始玩運動卡、籃球卡就比較多嘅。揾咗咁多種卡類當中咧，原來我發現我只有呢一張卡係有3張 Grey 咗嘅啫。喺呢度同大家介紹一下啦。有唔同嘅 Grey 卡公司啦。有譬如呢一張啦，大家都好熟悉嘅 PSA 啦，係咪 ？OK，喺後邊咧會有個 barcode 嘅。若然你收咗呢張卡之後翻嚟，你驚佢係假嘅咧，直接掃呢個 barcode 就可以睇得到
呢張卡嘅內容嘅PSA 公司係暫時應該係屬於全世界最大嘅一間 Grey Card 公司嚟嘅。咁啊，另外呢一間公司咧就 BGS 啦，好多卡友都中意 Grey 呢間公司嘅。咁佢比較特別嘅同其他 Grey Card 公司就係呢張卡 Grey 咗平咗之後咧就會有幾個細分嘅。OK， 咁啊有 corner 啦。有centering 啦，有 corner 啦，有 edge 啦，同 surface 啦，OK 嚇。咁你會留意到咧，我呢兩張卡咧其實係一樣嘅，都係龍珠，OK 嚇。咁啊，呢兩張卡咧嗰個分數大分咧就當然有好大嘅差距啦，8分同9分啦。咁啊 BGS 公司咧就會有0.5分嘅出現嘅，即係話有6分、6.5分、7分、7.5分、8分、8.5分、9分、9.5分，甚至乎10分嘅。咁我自己就中意 PSA 多啲，因為我覺得佢嗰個得出嚟嘅結果係比較清晰嘅。因為以呢兩者為例啦BGS grade 完之後咧，你可以上翻評級公司去打翻呢個卡嗰個 number， 或者頭先呢張卡嗰啲曲等等啦就可以揾翻卡嘅內容。BGS 咧唯一唔好嘅就係都唔可以話唯一啦，有幾個唔好咁啊。第一咧，佢個唔好就係咩咧？譬如呢兩張卡係一模一樣嘅，呢張係龍珠卡巴曲一代咁樣嘅。咁呢兩張卡咧，你會留意到咧嗱，你留意下呢個名同上面呢個名係有唔同嘅。咁其實佢係一模一樣嘅卡嚟嘅，後邊都係一模一樣嘅。咁亦都會出現可能會有錯誤嘅標籤啦嚇。咁呢啲嘅情況，你可以揾翻 Grey Card 公司幫你免費處理翻嘅嚇。咁睇 Grey Card 咧，喺 Grey 之前咧，我相信大家都會睇睇呢張卡有冇折痕啊，有冇白邊啊，或者係有冇其他大嘅問題啦。咁所謂 Grey Card 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漫長嘅。因為你要 check 好張卡睇好，甚至乎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步驟就係攞去評卡公司去 grade 之前咧，係需要做清潔嘅。咁當然你可以話我喺個卡包一開出嚟，入卡袋卡套就即刻攞去 grade。咁呢個情況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唔會有任何嘅刮花啊，最完整嘅狀態送去評級公司係最理想嘅。咁當然有啲卡可能譬如呢啲已經擺咗好多年嘅，擺咗10年、20年之後先至攞去評咧，卡紙已經係彎咗啊，或者有花啊，或者卡面卡背啊，有一啲少許嘅問題啊，凹痕凸痕啊，咁需要處理咗或者清潔完之後送去評級公司先至可以攞到比較好嘅分數啦。OK， 咁BGS 個問題出自於第一佢嗰個list 會有錯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喺佢個網頁上面冇錯係可以揾得翻你張卡嘅內容，咁但係佢同 PSA 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咩啊？ PSA 係會好清楚列明呢一張卡嘅分數之餘，佢會有埋呢張卡嘅圖片正面同背面。另外亦都會有呢張卡譬如10分、9分、8分係 grade 咗有幾多張嘅，而 BGS 咧係暫時做唔到嘅。佢可能有數量，但係唔係一個正確嘅數量咯。OK 嚇，咁好可惜嘅，呢兩張卡都係咁，因為太歷史悠久啦。咁好多卡友啦都會比較邊張卡靚啲啊？咁其實可以睇埋啲細分啦譬如呢張嗰個 H 係7.5分啦，咁唔屬於非常之理想啦分數咁 Surface 就係講呢張卡嘅卡面同背脊啦，靚唔靚啦，有花痕啊，甚至係嗰啲毛點啊，污糟邋遢嘅嘢啊，都會影響整張卡嗰個分數嘅。OK， 咁另外譬如呢張啦，呢張其實分數幾好嘅 ，centering 啊、edge 啊、corner 都係9.5啊，咁唯獨是 surface 嗰個8.5啦。咁呢張卡如果個 surface 上多0.5分咧，整張卡就已經係可以上到9.5分嘅。呢張係一張比較可惜嘅。咁點解我會儲龍珠卡咧？其實唔係儲龍珠卡嘅，我主要係儲
運動卡啦，只不過呢張係唯一一張一模一樣而歸咗3張嘅，咁所以係可以攞嚟做比較啦。OK，最近大概1個月左右啦，PSA 鑑證公司亦都收購咗 BGS 啦，咁希望可以將 BGS 嗰個 Grade 卡嘅結果可以同 PSA 睇齊啦。如果唔係，我哋就唔知道呢張卡究竟有幾多張啦。咁呢個係 PSA 做得最好嘅。咁當然啦，仲有其他CGC 公司啊，或者係公博啊等等都可以去做評級嘅。咁評級嘅過程係非常之漫長。我試過等半年啦，有啲快則嘅3個月啊、4個月等等。咁呢啲你可以揾翻你相熟嘅卡鋪咯。有某啲嘅卡鋪亦都可以幫你做埋清潔嘅。相熟啊嚇，因為聽過有啲朋友仔啦就將啲卡攞去評卡公司之後，之後就消失咗唔好意思，張卡唔見咗，咁唔負責，咁又有聽過。避免出現呢啲情況，咁就最好揾啲相熟嘅鋪頭啦。OK 玩卡就我覺得最好就要量力而為啦，因為開一盒卡包或者開一盒卡，其實而家都幾揦脷下嘅。我覺得一盒卡包300幾蚊200幾蚊，咁如果你開一盒嘅話咧，可能要2000蚊、3000蚊，甚至乎啲籃球卡先犀利啊，8、9千蚊，甚至乎1萬蚊一盒嘅。咁呢啲玩卡我就覺得就盡量量力而為啦。OK 我自己有個心得就係咩咧？所有嘅卡，不論籃球卡、Pokemon 卡都好，佢嘅第一代同佢嘅第一號一定係會升值得最快。咁所以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啦。原來呢張巴曲1代1號我有3張所以關於呢啲卡 Grade 卡大家可以交流下啦，可以 PM 我啦。OK 背脊有啲黃所以會扣個 surface 啫。OK， 咁其實我唔詳細講太多啦。因為而家 Grade 卡都已經係好盛行噶啦，大家都知道點樣玩噶啦。我着重再講多一次啦。喺 Grade 卡之前咧，最好就清潔好張卡，先至再去攞去 Grade 攞去評卡咁先至會可以攞得更加高分嘅。OK， 咁好啦，睇下先，頭先係03分啊，係咪？我哋係03分，差唔多大概係接近10分鐘左右啦。我哋睇睇呢個雪卡盒嗰個濕度去到邊度啦？頭先係大概62%-63%左右嘅，咁而家已經係上到75咁上下啦。大概10分鐘嘅過程，即係話呢張卡咧已經係有少許嘅濕潤啦因為時間太短，但係亦都唔可以擺得太耐啊！記住啊！呢兩張卡。而家好難即時咧睇得到整張卡會有彎曲嘅情況嘅，咁我會遲少少再將呢兩張卡咧擺放得更耐，咁出現咗彎痕之後咧，我就會擺放喺個燙印機，咁進行壓印之後咧，就會令到張卡好平整㗎啦嚇。而家呢兩張卡，因為其實你可以摸得到卡紙咧係濕潤嘅，好明顯係潮濕嘅狀態嘅，好容易令得到佢更加彎嘅，係啊，摸得到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將卡處理完之後咧，將卡拎出嚟之後，你感覺到佢依然係濕潤咧，你可以再夾翻平佢，用海綿同兩塊膠板繼續夾翻平佢。你可能會打開佢睇嘅，打開睇唔緊要。你將張卡
拎咗出嚟之後咧，你覺得好濕喎，唔緊要嘅，繼續夾翻佢，揾個夾夾翻佢。之前我有啲片都講過啦，一般咧就擺放12小時啦，水分就會喺呢12個鐘頭裏邊咧抽走噶啦。咁如果你覺得張卡係依然濕潤嘅咧，咁有陣時我哋香港落雨啊、回南天啊，好潮濕噶嘛。咁如果張卡係濕潤嘅咧，繼續夾翻埋佢就可以噶啦。OK。咁另外有樣工具咧，就想介紹下啦。咁呢個就係燙印機啦。咁其實淘寶都可以買到嘅。冇記錯嘅話咧，大概係300蚊、300零蚊咁上下啦。咁你會睇到咧，呢度有個溫度計嘅，同埋計時嘅。咁如果你想將呢張卡可以短時間之內回復平靜咧，回復平扁咧，我哋可以將溫度加到大概160度，壓印20分鐘左右。然之後靜止大概1個鐘至個半鐘，然之後打開，你就會發現張卡係非常之挺直噶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加熱壓扁壓平呢張卡嗰個一個快速嘅方法。咁當然有好多其他方法啦，你可以用書啊、字典啊，或者係雜誌啊等等，你夾平佢都可以令到張卡夾扁嘅。咁但係呢個燙印機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效果嘅一個工具啦。遲下睇一睇有冇機會直接用呢個燙印機俾大家睇睇卡嗰個挺直嘅效果嚇。多謝大家，有機會再見。